每一位长子，包含牧者、传道师，都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呼召你。那我们要走到神的祭坛来赞美他。我就走到这祭坛，到我最心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我就走到这祭坛，到我最心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我就走到祭坛，到我最心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再听看一次，我就走到祭坛，到我最心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最后一次，我就走到祭坛，到我最心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称颂你。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很高兴跟你同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要将以下的课程交给我们牧师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赐福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还是很多许多软弱之处。主，求你来亲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教会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啊，光是要放在每一个地方，黑暗处也要有光。主，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你呼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祭坛的时候，求你再次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连结。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也保守我们的牧者，让我们听到的教导收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展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谢谢主这样的带领，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加一下时间这样。张传道，他10号就要就任在，对，下个礼拜要就任在一群教会成为父母。我知道上课很辛苦平常的工作不是坐在椅子上听着前面那个人分享我们感谢上帝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的教会，每次开小会都是长老做一个书记的举举手，一个、两个、三个，那么少吗？小会开会，不管我们现在还是传道师，不能给传道师做记录这个是我们
长老的工作、书记的工作哦。可是我们往往怎么样？你看都给信息给收，这个是不正确的做法啊！是长老成为一个书记的什么工作？教会有事情要写公文，谁在写？没有牧师的话怎么办？啊？严重的，牧师不见了，谁要写公文到中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课程，松牧师的分享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哦。不会写没关系，我们写注音都没有关系哦。虽然我们以前的老师，那个国语老师说波波波喏这样子哦，每次我们的儿子说爸爸不对了，这个第四声啊，我就跟我儿子讲说，我们的老师教授波波波喏，难怪爸爸的那个该第一声的时候变到第三声哦。这个时候我们恭请我们的松牧师翻的国歌麦。我们就不多废话，我们赶快进行哈。我觉得时间很宝贵，我们阿美组哈很会玩拿压时间啊。从昨天到今天，所以唱歌为名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赶快进行下一页啊。为什么要讨论今天的教会义路的重要性啊？我自己当了议长之后，小会长。走过很多教会，每一次要提出会议记录啊，就刚刚总干事讲的，拿不出来。害我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拿不出来？不会写记录。所以请你们在你们最后一页哈，如果今天你听我的课程还不会写记录的话，那你就白上我宋牧师今天上的课程 ，OK？跟你旁边讲说，我今天上完这堂课，我应该会写记录的。好 ，OK， 停，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哈。为什么？哈，第一个，很多人说啊，我们给我零点，我是什么？我觉得都是理由。你如果用心去学，你就会学会。刚开始我们教会哈，我刚2003年到圣爱教会，只有一本他们给我的，那怎么办？现在的传道，你们也要好好的学习。当你没有被知道这个教会过去的历史，找哪里最好？找中小会的什么？不是记事本，就没有记事本啊。议事录就是什么？你们每一次开会。手册，你们小会一定会有手册。为什么有手册？就是因为过去教会的记录都会登记在什么？是好，所以我为什么很重要的？因为教会的整个记录，第一个好就是历史的见证，第一个就是牧者、长老、执事等任期，里面会提到说啊，金花部。在几年谁在我们教会当牧师，然后我们的长老，你们每4年什么改选一次，都会有历史很清楚，所以不能把包包给他啊。所以过去我们的建档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写教会记录。好，这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哦。好，然后呢，如果还有更细的，教会有什么青年团契、妇女团契、什么什么团契。马饼啊，对不对？有收入支出是什么？这个都会在我们的议事录里面会谈。还有些教会可能会增加，好，你的信徒或者是搬迁。刚刚我听到陈长老的，哈，就是本人小弟我担任小会议长的时候，就处理2个教会的搬迁，一个是丹凤，一个是什么？健康教会。因为你愿意执行，愿意跟他们同工，愿意跟他们祷告，神会给我们意向。阿门。好，再来是整个教会的活动，好，比如说我们上次谈到丰年祭的问题，还有我们准备有运动会的事情，你们教会的文书
那个 fire 夹什么这些东西，电器类各种装备，你们教会都会有登记的财产登记录，有吗？你们牧师要买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告诉他说，哎，这个多少钱？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会登记在你们的什么议事录里面。还有第4个，财产的管理。我特别为什么要钱状？因为有些教会的钱状是还在自然人。什么叫自然人？对，也就是说，教个法律史这个很麻烦，好，这个以后我再解释。也就是说，你们要赶快，好，这个要赶快登记到我们的什么原先的地方，教会就不会有很多的问题。还有教会的支出收入，还有其他，好，这个是，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个议事录很重要的一件？好，因此怎么开会？我们每一次参加总会开会的时候，好的议长、好的主席呢，我们那个气氛非常好，打哇塞又可以进行。不好的议长拿不定主意，然后被下面出去，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现在总会开会的时候，你从阿美族的牧者，其他原住民的还算是客气。你会看到平地原住民平地牧者的开会，乌鲁麻刀，只差没有打架而已。可是过年以前，为什么呢？他们懂得开会，所以我们要小心，要好好的去学习。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中会会议的时候，我们很少长老跟执事举手，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开会。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所以呢，待会这个我很高兴今天你们给我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努力去找其中真的是这个是台中中会，它其实有列出50种病，但是呢，我又再次分析。我就改成想说不该有的，我就扣除掉那20个，大概有30个然后会告诉你怎么做好主席。好，请问一下，小会的成员有哪些？好，可不可以有执事？好，那长执会呢？好，小会的记录是谁？是不是代理长老？是书记，很好那长执会呢？到底是执事，长执了嘛？怎么还会请长老呢？是执事要来做，所以执事本身你就要开始会记录了。OK 好，我们再来看有效的经览。好，我们下一页所以呢，如果一个不好的会议呢，萨利哥哥就很不喜欢开会，不会准时，然后呢，你的议程会不见钱或没有，会达不到议程，然后呢，常常会小事情争端，会开不停。你们教会会不会这样子？会。小声一点，我不想知道你是哪个教会。我们教会通常是这样下面的喜欢开会，有效的团队侍奉，观念及意向的事工，然后成就感，神国完成一种很重要的事工。我很高兴，每一次像我教会，我很坦白，很高兴我们今天教会来了很多人，就有几个没有来。我是说这很重要，我一次教我还不如全部的人都来教，因为你们可以学，就像各位。你们可以学，我就愿意赶快教，因为我也是从不知道，从过去总会当很多的时候，然后去看人家，然后在周会里面当书记，也被老牧师说怎么这些，没有关系，你骂我有成长的机会 ，Amen。没有人天生你是天才，我们都是从不会开始变会，你会了，赶快教给那些不会，教会就会进步。好，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好的会议，他会感到你的时间被尊重，所以我刚刚说我们的时间要赶快很清楚，该几点结束就赶快几点结束，有效的肢体合作，建立教会为肢体间运作的模式，增进弟兄姐妹的有效。因为开会是一种拟定整个教会的方向，所以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再来，
对会的前途感到乐观。对你每一次开完这就说，哇，你好有成就感，我又为教会贡献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嘛，对吗？对。哈，我相信刚刚陈正芳长老，有一些东西我非常很高兴，这个角色由长老讲就对了，对不对？对。有没有很高兴？有。如果用牧者在讲的时候，那个角色啊，给点怪怪。因为长老跟长老比较认同你们的角色，一样的东西。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呢，好的会议哈的一个不好的杀手哈，就是在这个30个里面，我们尽量避免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明明有10个人来参加，你就印5份，就变成什么？有人资料看不到，请避免。好。再来，会前有一些人请假，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好，请问一下，你们贵教会如果要开会哈，那我们教会通常会在上周说，下周我们请留下来长子，我会这样做哦，请留下来开会。你们教会开会通常在多久以前报告？前一天，太恐怖了，我会心脏病。不要搞这种前一天要开会的事情，这个是很糟糕的哈。因为你应该很知道了，前一天大家都已经预备好，今天我要参加什么的哈。最好是多少？你们觉得怎么样最好？1个礼拜前，阿美主的记性没有那么好，所以1个礼拜以前的通知。但是你大前提最好还是给他多好。请问一下哈，小会1年要开几次？被问倒了。好，待会我们会慢慢看哈。好，再来第3，一定要尊重哈。你在开会的时候，不要一直看你的手机，然后手机一直在想，真的有时候很难过哈。我们总会下面开会的时候，等你阿莫，谁阿莫要这样哈？董事长好忙哦。阿美主，我们没有那么忙吧？我们都是拉丁公主哈，明我男我啊，其他应该不会那么忙，那么爱听手机吧？请不要哈。好，再来，那个上次的会议记录。我们大家没有记录，所以请你拿出来，不要口说无凭，好不好？现在这个社会教是什么？证据拿出来，对，试着回忆以前，还要回忆，我们的记性没有那么好，不要这样你说不要考记性，我们的记性是没有那么好，所以请把记录拿出来哈。我们讲中会哈，这个是上次我们提到的事情，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缺失哦，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室在你讲本来要换到，后来当总干事看到说，到2018年，我马上就承认说对不起，这是我们中委的疏失不够，把证据拿出来，应该就是说我们谈这个议案的时候，应该是把它拉动。我们就不会做这种已经决议的事情，可是后看，到底2018年，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搬家，延到2018年。这就是我们的证据不足啊！前一次的记录，还有你上次的记录，都要怎么样拿出来，好吗？好，这样可以吗？好，结束时不做任何的结论。最怕的就是那个迟到，我们已经开会10分钟，马上讲。他就再重新又要讲，为了你哦，为了你，我们重新要讲，又重新讲。你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今天有8个人的会议，因为你一个人迟到，你夺走那7个人10分钟的时间，重新再解释给你。所以请你跟他旁边讲说，请你不要做那个人，好吗？好，第9。抱歉，无法主持开，这是惯例。
有人怎么样？有啦！你到尾一定有那个耍阿白啦。要东请事情哈，来的时候还很气焰嚣张，怎么样？存到哪里了？这样有没有这样子的？应该没有了哈。好，我不想知道。第10啊，会议后下次你看到记录的时候，不要吃记录啊。这个一般不会在我们教会里面，但是我希望不要有啊。吃记录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可能不容易的事情、不光荣的事情，当然delete啊，写出来的时候就，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术哈。比如说我们中委有时候会处理牧师不好听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不敢讲他怎样讲，我们不会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这样写，蜻蜓点水这样写出来，然后呢，就只能在中委面了解，能够保护他就尽量保护他，不让其他中会以外的其他教会知道。这基本原则你要保你的人，了解吗？好，长子们，你们一定要守住哦。你们在誓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你们在誓约？对。你们可能忘记了哦，你们在誓约的时候，为了教会的名义不散播谣言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们有在前的时候，我愿意，来，有吗？有。我看你们的脸都好像忘记了。没有忘记哈，不要随便的把咱们好。教会很多的不好都是从我们长子里面流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不要做大嘴巴，好不好？好。还有一个，我在当议长期间啊，我们也处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手机非常的发达，我们会用 FB、F 用 Line 是什么什么的，好事坏事全部都写在 Line， 然后全部大家都知道。有吗？所以哈，跟自己讲说，我是那个把关者。我是那个把关者。留言只在我这边就结束了。留言只在我这边就结束了。男朋友，下次要是我听到哪一个，我就可以查说那个人别乱发誓。好，再来第10啊，第11个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也来。出席率很低，哈，又是一个案例。感谢主，哈，我不能讲那个教会，好，很敏感，好，我们就去的时候看，怎么这些人怎么那么多人？好，我跟这个刘阿春，在处理这个牧师必须离开，我们要交接政策这样的。他说，怎么教会长老那么多？那个人已经这样子了。声言不对，还好，感谢主神给我智慧，从头到尾不让我们发言。我就开始说，我们今天不做任何议案，我们只做交接工作。开始，好，就这样走了，就这样走的。他们想发言的机会都没有，这叫智慧。不要引起对立，因为那些不该来的来了。你总不能说出去，他们不会出去的。那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开会我们最怕就是相关不干人等来这边凑热闹。以4大运这次来看，你们讨不讨厌呐？不知道在讲什么吗？在4大运该开幕的时候，有人在那地方的时候，你看了会不会？就不要做那种事，好，下一页，容许垄断会议者，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就有一些特定人士就搞恭维，他会发表意见，然后他单他的时间就垄断了所有的会议，有吗？有，教会一定有这种人物的。来13，很爱说表现的话。然后不说表达的话，有什么不同？马上来我表现。没错，没有讲到重点。讲
讲他的丰功伟业，然后最好就是说重点呢，啊，你的话不要绕那么多圈，重点是什么啊？他还找不出重点来哦。好，我很讲完就是我的朋友就讲啊，那是好重点，没有耐心，我觉得我只要重点就好了，效率的问题啊。好，再来14，来爱惜什么？就跟13差不多。15，从开天盘古亚当夏娃开始，讲，还是讲一句话，重点是什么？好吧，不重点啊，请你不要再这样子啊。所以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切入点，地方工上面这样子讲什么，讲什么什么。律师他们很聪明，会很狡辩，就是他会读啊，你的逻辑是什么？你在我这个地方说，我从你在逻辑学里面，我怎么去攻你？我怎么去反你的话？这个叫逻辑。好，所以我们这个逻辑比较没有的时候，慢慢听到你的嗨哈嗨喊哈都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哈。好，第16个，一个字一个字把它什么念出报告。如果你一个不会写报告的人，你要一个字，就像我常常说，我们做知会的长老，好，你常常那个中文字啊，会念有边无边，等于并念中间。阿美语哦，那个声调也是这样子，嘎咕说啊嘎咕，好奇怪的那阿美语。所以我们通常要求我教会是礼拜五，明天总给礼拜5号，我今天会把周报给我们的要印周报的人。也就是说，这还不够，我每6页到12页的整个其英文、经文、题目我都印好了，为的目的是什么？对啦，你的长老你在台上一定会做什么？主导文嘛，还有什么？其应文，还有什么经文，对不对？还要会唱那一天当天主日的什么？好棒哦！你们都很会吗？会。好，下课。来17啊，喜欢短讲长说。抱歉，我的报告要长一点，你比较伟大，你财政部长，没有这回事。一律公平啊！当然，除非这个议案需要有更多的大家一起提供那个智慧，一起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他一定要有议程的那个好，再来，代理人不知他的角色，他都没交代。我最讨厌这样的事情。什么叫代理人吗？对，好，比如说这位长老当天他要来开会，那可能他当天要负责教会的决策，好，有关特别又是有关教会的那个预算，好，他当时知道开会，可是他那一天不能来，他就告诉这个长老，好，那个长老说开会，他也没有交代是什么，然后一问说那怎么代理人什么一问三不知，那他开会有没有带来提供好的效益？有没有提供好的建议？没有。那这个会议就又是一个失败的会议。所以代理人一定要交代说，马恩，最好你要面对面跟他讲说，我可能会告诉你这样子，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不会100%的知道，但是最起码掌握50%，对吗？对。好，下一个。好，这个是我们常常开会。我们中文也常常这样子了开了本来这个题目呢，1又来了，然后2又3，哇，你把它回来了。我们常常会很喜欢这个人叫阿美族，一定是这个民族，赶紧把公公马上你们大喊的时候，这个我上等于那个会议结论的时候，不是想到这个常常会标这个离题再来。
只有少数人在开会，许多都是什么？你会不会是那个教会？好像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尤其是原住民，港务都不原住民，大陆我不敢讲哈。泰鲁哥很悍哦，每次在他总会的时候，主持人，你是会长，那他说阿美族比较偏，那个阿美族很内敛的个性有阿美族，我们都是一般都的沉默者，是不是这样？对。啊，讲到你的心坎里哈，那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办？还是要讲嘛哈，所以还是要提供你的意思。话不在多，而是讲出你的重点来。好，23，两人在开会的时候，通常会有些事情怎么样？有吗？你们教会有这种事情吗？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一定也是有啦。有该喊的来讲呢，不是天堂啊，它里面就有，我们就是有什么蒙恩的罪人，我们会有很多意见不合。意见不合都会有，比如说我在上 FB 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偏懒按赞也不对哦。我旁边的人说开动，我现在就很敏感哦，我按一下，在我蓝色的不高兴，我这个不高兴，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看的好啊，不要代表立场，但是我的立场。清楚是什么颜色，但是你不要无谓的去加入那个，没有必要。你干嘛 FB 为了这件事情在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朋友哈，就为了这种事情无聊的在那争议。教会有时候会这样哈，那通常怎么办？你们在争议的时候，对不起，因为我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因为我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还想知道你们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教会怎么处理？当两个风向北不浪的时候怎么办？还是说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今天留会，有这样吗？还是继续听他们吵吗？那请问一下，你们应该怎么办？教我一下，我没有碰过。暂时暂缓一下。好，暂缓一下，去喝咖啡一下。陈长老，我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呐、你开口人家会误会哦，请你不要讲话。学到。好，学到了哈，好高兴。哎，没有哈，好，我们继续啊，抢话，就我们要尊重啦，不要抢人家的话。把双人头很能够最棒，其实争执点就是这样，他只说1、2的时候，我都在里面了，都是你，这样听话听一半，我们也还没有听，夫妻之间，就是常常是这样子，对不对？我觉得我跟你生活几十年，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有时候难免老公可能老婆也不会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太了解而误会他啊。再来。15就是什么情绪化啊，喜欢透过开会来抱怨或什么，这样也不好啦哈。英文叫做非常 emotional， 就是这样哈，就很情绪化。那我们讲道有时候会这样，我的讲道不会情绪到，但是有时候会很容易就是掉泪，就是感动就会哽咽这样哈。但是我就会常常就故意没办法跟他对手过来这样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控制的，这是好的，但不好的就是讲哈，这样不好，所以尽量不做攻击哈。来，最后这5项哈，动不动表决啊，什么叫动不动就表决？就是最好不要有意见，好了，表决了，好就好就这样子。这样的效益，其实，在某些就是很不负责任，你懂了吗？他不应该要用表决案啊，其实应该他要更深入的要提到是什么，然后会长或者主席说好表决好不负责任，好再来
没有开会的祷告就没有什么结束的祷告。也就是说，你没有开会的祷告，你怎么会有结束呢？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什么？开会，后面有什么？对，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人怎么样领歌，有人祷告，我就不要再做重复的动作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已经很急了哈，然后呢，我们就赶快这样留啊。通常最后我们就要做什么？做一个结束祷告，为了今天所有的议程，我们都交托给主，因为是他在掌管。神透过我们教会的长职一起来讨论，彼此关心教会，用你的智慧、你的看见，一起来共同维持教会的秩序。因为你们是用什么选票选来的，不是吗？好，所以我们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好，再来，不专心开会，忙自己的事什么或看手机，好，应该还不至于吧？好，感谢主，你们都很捧场，所以我看没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啊，哈。我希望你学会好，从某个议案论冗长，却没有什么，这很糟糕。好，可能有他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他有一些的困难度的问题，但是他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可能要花一点心思。通常做主席的哈，你要赶快去决定，你应该有一个方向，然后大概看一下多数人。我觉得做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就你还是会看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这个意见又是好的话，就赶快持这个意见。如果你为了你自己的私利又这么这样的时候，只是两个僵局，很难过哈。比如说啊，我要为我们一些教会的传道人讲话哈，传道人的谢礼该什么时候给，该什么时候生，传道人还有该休年假的时候不敢休，那这时候怎么办？我常常就跟传道人讲说：“你卖够了，自己的福利争取。”前天下午我看过一个长老说：“牧师，你辛苦了，你赶快休息吧。”不会，他是担心要找我哦，下个礼拜还是你讲道哦。说中了你们的心声，好，你知道吗？我在发抖。我说，请帮你讲道，他说好，这个看我这个礼拜这样子，那个烦恼开始来了。不变，有时候哈，你们都不知道牧师有时候在预备一个讲章，你们觉得好像很轻松，就像我在这个，当我被决定要来的时候。我如果不努力去寻找这个资源，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给你们，那我是不是有在准备？我有没有在做这个责任？啊，给我一点掌声。是，其实做牧者的，我只是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你该给我的，你为什么不给我呢？你该赞赏我，你该给我放在你该给我的时候。我们如果大家彼此都讲共同的话，这样其实是很健康的。我就会很认真的牧会，不是吗？我会很认真的准备我的讲章，我要好好的讲到说，我这个礼拜我要这个，然后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次我在讲到时候，那个眼睛是这样看着我，我就很满足了。不是说牧师多伟大，而是神的话在他们心中有力量，是不是这样？所以会议即使到最后的。决定也是这样哈，主席不要三心两意，拿不定主意啊。所以通常哈，还有我再问你们哈，牧师在，然后你要不要通知牧师来开小会议？小会议可以牧师不在吗？不行。可是有发生这种事情呢，牧师都不说啊，你们开过会？什么时候？不告诉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让牧师不知道你们开什么？好秘密哦！不要做这种很可怕的这个杀手，好不好？
这是很不尊重牧师的啊！我听过有这种事情发生。好，我们赶快看哈。好，所以主席的功能通常就是什么？领导者，然后你一定要了解教会的法规。会议的目的，团队是一个什么？会议是一个团队模式，认参加者的特性啊，就像刚刚讲的，这个人可能会高危，他讲的说好，谢谢你，请坐。然后那个人都不讲话的时候，我很想听你讲话，你说几句话吧，鼓励每一个人都有讲话的什么机会，跟旁边讲说，会议让每个人都有讲话的机会。你们今天好大声哦，为什么那么嗨？好，再来，维持秩序是一个会议成功的关系的。好，如果你们要这个奖励哈，你再跟那个谁，我们的事务员，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好，促进师的角色，比如说，这个角色就这个议案一直停在那地方。没有人在提出意见的时候，就赶快啊！主席要赶快去 push， 有人去讲话。一个最怕一个会议然后主席也打不对的慢下来，好，不要这样子哈。好，决定议案，你要知道你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硬体跟软体啊。请问一下，我问你们哈，你们当中都会打电脑吗？会打电脑的请举手。举高一点，这是很荣耀的时刻。好，手放下。那个没有举手是什么回事？这个理由我今天承认，但2018年，请你不要再讲这句话了。好辛苦哦。我要讲一个很真实的话哈，你要随着科技长大哦，马拉六期待哦，以后你是要跟机器人讲话的时代了，你不会说我不会。你有没有手机？你会打你好吗？你去哪里？那你一定会啊。那为什么到了教会说我不会？我觉得都是理由。来，再次跟你们讲说，你一定会的。你不要推卸责任。请你们待会要发誓，我要为你们祷告。奉主的，你今天来的回去都会打电脑。怎么可以这样？好，我讲对，又不是没有电脑。教会搞不好2、3台电脑。我讲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当刚开始整个总会要提供那个什么财务报表用电脑化，有没有？对。我一直被罗武骂，你们圣爱怎么这样还在用手点？圣爱上被骂了3次，打他们。我就赶快请教会买一个笔电，然后呢，我也不知道那个在哪里，我就觉得，哎呀，这是被骂得很羞辱这样子在低学了然后我就马上去总会去找那个设计这个电脑的财务部，那时候我们的2个会计都是欧巴桑，每个100这样子，比那傻的还会算错还要再找上个月的。特别是每一年的这个年会要做手册的时候，从做完礼拜1点半打6点还没有写完呢。好，到8点那个是凶手之一。但是呢，我跟他就走过了，后来就也是跟神祷告说。